今仔继续来看汉光演习，今仔日第3天，北台湾伫台北港甲北里的海部，拢有反抢滩登陆的演练。若陆军航特部是伫屏东潮州的空港场来完成着空港模拟作战。航特部是派出着5只运输机，载76个伞兵，为6000英尺的高空来降落。16个拍头阵的伞兵落地了后，点导烟雾，引导后壁的伞兵顺利来呈现着青蛙下蛋，也就是这水鸡生卵的壮观的场面。413栋运输机飞过屏东潮州的天顶，开始汉光士兵操演空降的重头戏——联巡操演。陆军航空作战指挥部派出16位高空伞兵，对6000英尺高空降拍开 RA300高空伞降落地面，所来是连续60位演出水鸡生卵。从1000多英尺空降的伞兵，现在正在从空中缓缓降落下来，用笔直的这个护身导法降落地面之后，就要进行下一步集结。连续4架次413栋以大摆15位的方式载运60位伞兵，跳来了后，随甲 T10B 伞拍开，伞兵以护身导法姿态落地，警戒地面的状况，点延缓烟雾引导后边的兵力。至于先跳下来的伞兵，就会放下像这样的白色跟绿色的 M1 烟雾，要来进行的就是引导后方的伞兵继续标定位置。总共76位伞兵随采取战斗驱离姿势，甲大约12公斤重的伞具收起来，向机手集结，共两日起向间小路无机跨区甲地方包围，对空中到地面拢是观演民众的焦点。他们那个伞兵站跳下，连飞机占整个同框，那个画面很美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厉害，对。跟国军加油！民众亲目睭看到国军的实力，联巡操演今仔日伫潮州风级以来稳稳啊落地，嘛甲个人的信心稳掉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